耶稣的故事第2册，耶稣死，耶稣讲话。第1课，耶稣讲起安息日的事。犹太人的律法无允准人伫安息日做工，律法允准人伫6日做工。安息日因毋通做工，安息日是休困的日，人毋通伫休困的日做工。耶稣伫安息日医好一个负责人，关系这个代志，人到耶稣的面前，因讲：你犯着犹太人的律法，律法无允准人伫安息日做工，医好人是做工，所以你犯着律法。你通伫6日的中间做工，你伫1礼拜的中间有6日通医好破病人，伫1礼拜的中间有1日你毋通医病人。7日是安息日，第7日逐人爱休困。耶稣因讲：我知影恁伫1礼拜的中间6日做工，伫安息日休困，总是伫安息日恁牵恁的牛去淋水，这是做工。恁讲恁伫1礼拜的中间只有6日做工，总是牵恁的牛去淋水是做工。恁伫安息日牵恁的牛去淋水，伫安息日医好一个负责人，检是毋好，检是犯着律法。恁伫1礼拜的中间有6日通牵牛去淋水，牛比一个人较要紧吗？恁知影照上帝看，人比牛较要紧，人通做上帝的囝，所以人比牛较要紧。我伫安息日医好破病人是应该的代志。第8所在，耶稣医好一个查甫人，关系这个代志，法利赛人真生气，因讲耶稣犯着犹太人的律法。耶稣因讲：恁若伫安息日看到恁的一只羊伫一个蹄底，恁怎无家己抓起来？羊若伫蹄底，恁得家己抓起来。我应该医好一个人，因为人比羊较要紧。羊若伫蹄底，恁得抓伊起来。人若破病，我会医好伊。关系安息日，人通食好的代志，上帝允准人食好。看鲁加第13章第10节到第17节，马太第12章第9节到第15节。第2课，犹太人求圣者。有一日，耶稣伫耶路撒冷的圣殿底行，有几个犹太人来围伊。耶稣看围伊的人时，伊问因讲：恁带什么？围伊的人讲：阮捌听你讲道理，阮爱你食新食互阮看。耶稣问啥个人讲：恁为什么爱看新食？因讲：阮爱看新食互阮通胜利。阮捌听你讲道理，阮中间有真侪人无信你所讲，有真侪人无信你是上帝的囝。你听新食互阮通信，你若听新食，阮要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你若是基督，你就明明甲阮讲。耶稣答为伊的人讲：我捌明明甲恁讲，总是恁了交离。我捌奉我的天父的名听新食，恁为什么交离我所听的代志？恁为什么交离我所讲的话，甲我所做的代志？恁若交离这的新食，我无要搁听新食。恁交离我的话，恁交离我的新食，我的天父互我听新食，我的新食是真实的。恁无信新食是真实。我的天父住伫我的内面，这是真实，总是恁毋信。我甲天父是一个，总是恁了解我所讲的。为耶稣的犹太人摕石头爱定伊，因要定耶稣。耶稣问讲：恁为什么爱用石头定我？犹太人讲：因为你是人，总是你家己掠做神。阮爱用石头定你，因为你掠家己做神。
你讲上帝伫你的内面，你讲你是神。耶稣因犹太人讲，恁家己的律法讲，奉上帝的话的做上帝，恁的律法是真实的，所以恁为什么爱用石头定我？因为我讲上帝找我来，上帝是伫我的内面。看马太第16章第1节到第4节，约翰第10章第23节到第26节，第30节到第39节。第3课，耶稣和列撒罗讲话。列撒罗有2个姊妹仔，因的名是玛利亚甲马大。因的兄弟列撒罗破病，这2个姊妹仔玛利亚甲马大叫人去甲耶稣讲：阮的兄弟列撒罗破病，请你来医治伊。这时耶稣礼拜的休息，离开因真远。2日以后，耶稣开始行到列撒罗所住的乡舍。耶稣到迄个乡舍的时，列撒罗已经死去，伊地方面已经死日。这2个姊妹仔伫厝内伫哭，真侪人甲玛利亚、马大伫厝内，因为列撒罗伫哭，人甲马大讲耶稣伫乡舍。马大去找耶稣，伊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上万到位，阮的兄弟已经死，你若伫遮，阮的兄弟就袂死。总是你上万到位，阮的兄弟地方面已经死日啦。马大伫哭，总是耶稣讲：恁的兄弟要告我。马大讲：我在人告我的时，伊也要告我。耶稣讲：告我在伫我通互人对死告我，信我的人会告我。列撒罗死去，总是伊要告我。你有信我通互伊告我吗？马大应伊讲：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真活上帝的囝。马大转去甲玛利亚讲：主来要召你。玛利亚甲几个人去见耶稣。玛利亚伫哭，伊到耶稣的脚前讲：主啊，你若伫遮，阮的兄弟袂死。总是你上万到位，你上万来，列撒罗死去啦。耶稣问讲：恁的兄弟伫倒位？这2个姊妹仔讲：主啊，伊伫旁边已经死日。来看这个所在，耶稣流目屎。写的人讲，伊真正这个人，因到旁边有一个真大粒的石头塞伫门口。耶稣讲，刷开门口的石头。马大讲，阮的兄弟已经伫旁边死日，阮袂通刷开门口的石头。耶稣讲，就刷开，所以人刷开门口的石头。耶稣大声感谢上帝。以后，伊讲：列撒罗出来，列撒罗对门里出来，因为耶稣互伊告我。看约翰第11章第1节到第45节。第4课，耶稣疼细汉囡仔。有几个老母带因的细汉囡仔到耶稣的面前，因爱耶稣祝福因的囡仔。耶稣的学生看见老母要带囡仔到耶稣的面前，学生就对囡仔的老母讲：耶稣真无用，伊真无用，因为伊甲大人讲话；伊真无用，因为伊对伊伫大人，伊无用通祝福囡仔。后摆你毋通带人来。耶稣真无用。耶稣听伊的学生责备老母的时，伊的心真艰苦。耶稣知影学生的话，互囡仔艰苦，也互老母艰苦。耶稣无爱因艰苦，所以耶稣祝福遮个细汉囡仔，伊祝福婴仔，也祝福拢总的囡仔，伊祝福较大汉的囡仔，甲较细汉的囡仔。耶稣就对伊的学生讲：
恁就用阮细汉囡仔我定我，恁就用阮老母带囡仔我定我，恁毋通这别人，我听囡仔，上帝的国是因为囡仔通入上帝的国，恁若无亲像囡仔，恁未通入上帝的国。耶稣的学生真奇怪，因三答讲：你有听见耶稣的话吗？伊讲就用阮囡仔我定义，咱若无亲像囡仔，咱未通入上帝的国。耶稣甲学生讲：恁着亲像囡仔我靠我听我，恁也着用阮囡仔来我定我。看，我靠80章83节到86节。第5课，耶稣甲好食的少年人。有一个好食的少年人来找耶稣，这个好食的少年人爱知影安怎通得到永远活。伊问耶稣讲：好的先生，我着安怎做才通得到永远活？耶稣应伊讲：你为什么讲我是好的先生？无一个好人，只有上帝。你若爱永远活，你着守上帝的诫命，你着守律法的诫命。这个好食的少年人讲：先生啊，这个诫命我对细汉拢守。先生，我要听请你。耶稣真听这个少年人，耶稣答伊讲：你有欠一项，你若爱做完全的人，你有欠一项，你着去卖你所有的物件。提所得到的之互善相人，你有真侪项物件，你着去卖遐的物件。你有几若间厝，你着去卖你的厝。你所有的物件甲厝卖好的时，你着提所得到的之互善相人。你提之互善相人以后，你着来跟对我。你来跟对我，你就有永远活。这个少年人有真侪厝。伊无爱卖，伊爱做完全的人，总是伊较爱伊的厝。伊有真侪项物件，伊无爱卖人；伊有真侪钱，伊无爱互善相人。伊较爱伊的钱，伊较无爱做完全的人。这个好食的少年人无应耶稣，少年人的心真艰苦，伊就转去。耶稣也真艰苦，因为这个好食的少年人艰苦。耶稣艰苦，因为这个人看钱比永远活较要紧。耶稣答伊的学生讲：我为着这个好食人真艰苦，我为着拢总的好食的人艰苦。好食的人入上帝的国是真恶，要互因看我比看钱较要紧是真恶。耶稣的学生真奇怪，因讲：安尼什么人有法度得到永远活？耶稣讲：地人是无法度，地上帝毋是安尼。地上帝逐项代志是有法度，上帝有法度互好食人入伊的国。看路加第18章第18节到第27节。第6课，耶稣开始上耶路撒冷。耶稣答伊的学生讲：咱就开始上耶路撒冷，这是我要上耶路撒冷的上路礼拜。因开始上耶路撒冷的时，耶稣行伫学生的头前。伊普通是甲伊的学生三角行，即摆伊行伫头前。耶稣的学生真奇怪，因毋知影耶稣为什么无甲因行，因真惊。因三角问讲：耶稣安怎讲这是伊去耶路撒冷的上路礼拜？伊为什么讲是上路礼拜？咱毋知影伊的意思。伊安怎行伫咱的头前？伊以前甲咱三角行。耶稣受困的时，伊甲学生讲话，伊讲：咱要上耶路撒冷，而且这石头要掠我，这石头要掠我，也要审判我。这石头要审判我，也要定我死罪。因审判我以后，因要带我到罗马官，罗马官要审判我，
因要审判我以后，因也要定我死罪。罗马我审判我以后，因要送我交予罗马兵。罗马兵要甲我杀死。学生听耶稣的话的时，因会心真艰苦，因无心里明白耶稣的意思。耶稣阁甲因讲：第三日我要告我，我要互人杀死，总是第三日我要对死告我。第三日的中间，恁未看见我，总是三日以后，恁会阁看见我。恁会阁看见我，我要常常甲恁伫咧。耶稣的学生真奇怪，因无明白耶稣的意思。因三甲讲，咱未明白耶稣的意思。伊讲伫耶路撒冷，伊要互人杀死。伊也讲伊要对死告我。咱知影耶稣真好，总是人无明白伊的意思。伊毋免互人杀死，伊毋免去耶路撒冷。彼得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毋通去耶路撒冷。人爱甲你杀死，毋免去耶路撒冷。阮无爱你去耶路撒冷。耶稣甲彼得讲：你毋通安尼讲，这是魔鬼的话。我着爱去，这石头会甲我杀死，我要对死告我。学生无阁讲话，因真惊，因了无明白耶稣的意思。总是耶稣死告我以后，因就明白伊所讲的话。看路加第18章第31节到第34节。第7课，个人爱看耶稣。耶稣到什么受写的时，拢有真侪人来看伊。有一摆，伊要去耶路撒冷的时，伊到耶利哥的受写，有一群人来看伊，甲伊行。有真大阵的人甲耶稣行，所以细汉囡仔无法度看见耶稣，因为有真大阵的人，有的大人也未通wat近耶稣，啲人拢无法度看见伊。伫耶利哥有一个真理的人，这个真理的人的名是撒代。撒代因为真理无法度看见耶稣，撒代讲：遮大阵的人，我想诶，我未通看到耶稣。我要爬头前的树仔，耶稣行过的时，我就通看见伊。撒代就爬树仔，伊天头前爬树仔，伊坐伫树仔顶。耶稣到树仔时，伊看顶面，伊看见撒代。耶稣知影撒代爬树仔，因为爱看到伊。耶稣知影撒代真理。耶稣甲撒代讲：撒代落来。我今仔日要伫恁厝食饭，撒代真奇怪，也真欢喜。伊爬树仔顶落来，耶稣带伊转去因厝食饭。撒代是一个真好食的人，伊是收税金的头人。犹太人无爱收税金的人，因为罗马国收税金。这人讲撒代是歹人，因为罗马国收税金。这人三甲问耶稣安怎入去收税金的人的厝，耶稣竟毋知撒代收税金。总是耶稣欢喜去撒代的厝，因要食饭的时，撒代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要摕我所有的一半互善良人，我的钱的一半我要互无钱的人，我的钱的一半我要互人，一半我通用。总是我若对什么人收济的税金，我要先伊4倍。耶稣应伊讲：撒代，我真欢喜听你安尼讲。今仔日恁遮的人得救，好食人得救是真好。总是恁今仔日得救，因为恁无我靠恁的钱。撒代真欢喜听主讲伊会得救。看路加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第8課，耶穌去馬大甲瑪利亞厝。伫耶路撒冷的附近有一個鄉舍，叫做伯大尼。
马大甲玛利亚约瑟路的姊妹仔住伫伯大尼。耶稣去伯大尼的时，伊常常去因厝。迄两个姊妹仔真好，总是因真无共款。马大较爱做厝内的工课，伊爱煮饭；玛利亚较爱看册、听故事，因真无共款。马大较爱做工课，玛利亚较爱看册。有一日，耶稣去因厝，因真欢喜耶稣来看因。耶稣若来，因拢真欢喜。总是马大爱做工课，伊爱煮饭，伊爱煮真好食的面，互耶稣食。伊捌问耶稣讲：耶稣，你爱食什么菜？耶稣应伊讲：你所做的拢好食。耶稣伫因厝内的时，马大甲玛利亚做无共款的代志。马大煮饭，玛利亚坐伫耶稣的骹前。玛利亚坐伫伊的骹前听伊的话，耶稣甲伊讲上帝的代志。玛利亚坐伫真注意听，玛利亚心真欢喜。虽然玛利亚坐真久伫听耶稣，马大电话耶稣讲，无人要帮赞我今仔日真无闲，我着煮饭，我着做厝内工课。玛利亚拢无帮赞我。伊今仔日只有坐伫遮听你所讲的话，你着叫玛利亚来帮助我做厝内的工课，工课做好才来听。耶稣甲马大讲：马大，你的心真无闲，你爱做真侪代志，你爱煮饭，你爱做厝内的工课，做遮的工课真好，如果你点一项，玛利亚一件较要紧的代志。我袂通叫伊无做，我袂通叫伊帮助你。伊所点的一项比厝内的工课较要紧，伊所点是比煮饭较要紧。玛利亚所点的是听上帝的道理，上帝比世间的代志较要紧。我无伫咧时，你袂通听我讲上帝的代志，即马就爱来听，你就甲玛利亚同款。看路加80章第38节到第42节。第9课，玛利亚用香油抹耶稣的骹。讲有一日，耶稣甲学生去玛利亚、马大甲约瑟路的厝，马大煮饭顿互因食。约瑟路，耶稣甲学生坐底食饭。马大捧食米来互因食。耶稣甲学生伫因厝的时，马大真爱服侍因，伊爱服侍耶稣。玛利亚真疼耶稣，总是伊无服侍伊。马大捧食米来服侍，伊捧食米来的时，玛利亚伫听耶稣讲话。耶稣甲伊的学生食饭的时，玛利亚摕一斤真贵的香油来。香油真贵，买一斤香油爱真侪钱。总是玛利亚爱互耶稣。耶稣伫食饭的时，玛利亚摕一斤香油抹耶稣的骹，香油的香抹厝内。玛利亚用伊家己的头毛拭耶稣的骹。耶稣伫食饭的时，玛利亚用头毛拭伊的骹。玛利亚用头毛拭耶稣的骹，因为伊真疼耶稣。伊用香油抹耶稣的骹，也用头毛拭骹，互耶稣通知影伊真疼伊。耶稣的一个学生无爱玛利亚用香油抹耶稣的骹。这个学生的名是犹大。犹大是一个真歹的人，伊做学生总是伊真歹。犹大讲，这个香油真贵，若是一斤香油卖互人，会通卖真侪钱。这个钱通互善良人。犹大伊是实在爱帮助善良人，伊家己爱偷摕钱。伊比管耶稣所用的钱，伊爱偷摕钱。耶稣甲犹大讲，互玛利亚安尼做，伊用香油抹我的骹，用头毛拭我的骹，因为伊疼我。伊安尼做，因为伊知影我得要死。
山上人常常甲恁比例，什么时人空帮赞恁，总是我无常常甲恁比例。有真大阵的人来，因为因听讲耶稣伫帖撒罗的厝内，因爱看耶稣，因为伊互帖撒罗保我。总是有几若个犹太真大的人也来，因是叫做这石头，这石头真受气，因为真人听耶稣，这石头爱杀耶稣，因也想要杀帖撒罗，因无爱人信耶稣。看约翰第1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第10课，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。有一日，耶稣定我进耶路撒冷，伊甲伊的学生讲，明天对面的上社，咱入去的时，明明看见一只驴仔白皮车，这只白皮车的驴仔领着透开，领着牵驴仔来。两个学生入去迄个上社。照耶稣的话，因有看见驴仔白皮车，因将迄只白皮车的驴仔牵到耶稣的所在，因将因的衫挎伫驴仔顶。耶稣骑驴仔往耶路撒冷，一骑的时，人将因的衫铺伫路里，真侪人将因的衫铺伫路里，真人将因的衫铺伫路里。以后，耶稣对迄条路行。真人将衫铺伫路里，因为因待耶稣知影因疼伊。真人将衫铺伫路里，因为因欢喜，因相信耶稣要做因的王。耶稣往耶路撒冷行的时，真大阵的人伫路边。耶稣骑驴仔过的时，因跟对伊。真人唱讲，伫上帝名内的王，应该得到恶乐。真人相信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王。耶稣我进耶路撒冷的时，伊开始哭，伊讲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真爱你知影安怎审判别王，我真爱你知影我所在的代志，总是你拢毋知，你毋知安怎得到平安，你毋知安怎审判别王来得救，所以你无平安，你着别王。你无法度审判别王，你要别王，无法度审判。真人真奇怪，搁真正，因讲看耶稣哭，听伊所讲的话，伊讲耶路撒冷要灭亡，伊真会将耶路撒冷灭亡。伊讲耶路撒冷毋知安怎得到平安，伊怎通互耶路撒冷平安？伊讲耶路撒冷未通得救。因为毋知平安的代志，真人毋知影耶稣的话有甚么意思，因想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做王，因毋知影伊要去耶路撒冷死。耶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，真侪年以后，耶路撒冷灭亡。看路加第19章第35节到第44节。第11课，高大的无花果树。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，是要暗晚的时。伊迄阵无爱住伫耶路撒冷，因为法利赛人甲这石头要掠伊，要杀伊。耶稣迄暗去伯大尼店暝，伊去玛利亚、马大、约撒罗的厝。第早起，耶稣倒转去耶路撒冷，伊伫行路的时，伊真枵。最早起，伊无食饭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，伫路边有无花果树，咱来去看树仔有果子也无。恁看无花果树有真侪树，应该无花果树也有得果子才对。学生真枵，因想要食果子，因行进树仔时，因找看有得果子也无。无花果树有真侪树，总是无果子。耶稣看无花果树，伊甲树仔讲：对即晚起，你无搁结果子，因为你无结果子，你要倒去，
你的烧也要打去。耶稣甲伊的学生佫行到耶路撒冷，遮这时头的心情态，因想要杀耶稣，总是因无法度掠耶稣。其实这时头毋敢掠耶稣，因为百姓真疼伊。暗时耶稣去别带尼见呢。耶稣甲无花果树讲话的第一早起，耶稣甲伊的学生佫经过迄个所在。因有看见无花果树已经高大，这丛无花果树已经打起，这丛树无烧，烧拢落伫土骹，这丛树啊已经高大。耶稣的学生讲：主啊，你看这丛无花果树，你看无烧，烧已经打起，树啊已经高大，这丛树啊即马无有烧也无有果子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我甲恁讲，恁若有信，无了离，恁若通做即个代志，也通对即个山讲，着山体海你，山会山体海你，恁着我靠我的名，恁所求的，恁要得到。第12课。耶稣赶出店内买卖的人。礼拜日，耶稣听路啊入耶路撒冷。这暗，耶稣伫伯大尼见面。拜日，耶稣过去耶路撒冷。这日就是耶稣带伫世间上路过礼拜的拜日。耶稣的学生毋知影，这日就是耶稣要允许以前的上路过拜日。学生毋知影，这礼拜的中间要发生什么代志。因毋知影耶稣要死，耶稣的学生彼得永远袂记得这礼拜的代志。彼得会记得昨昏耶稣骑驴啊对耶利哥到耶路撒冷。彼得捌看见耶稣行真侪神迹，总是这礼拜的拜日，彼得看耶稣甲以前无共款。耶稣入圣殿，伫遐伊有看人买卖牛羊，以及真侪物件。人带遮做生意，卖牛的人卖了伤贵，卖羊的人也卖了伤贵，卖别项物件的人也是卖了真贵。耶稣想讲，这个代志就好，遐个人亲像贼仔。耶稣用手啊做比赶出买卖的人。耶稣讲因是亲像贼仔偷摕人的钱。耶稣用笔赶出牛，伊用笔赶出羊。亦都用笔赶出遐个人，耶稣拢共因赶出去。耶稣互圣殿无做买卖的厝。耶稣讲，圣殿是基督的厝。犹太的这时头真生气，牛羊甲以外你是因的。耶稣叫因贼仔，因爱太耶稣，总是因家贱人。贱人爱耶稣做因的王。第13课，耶稣会对着问伊真有应答的问题。法利赛人是耶稣的对着，因爱太耶稣。耶稣会对着会议参详。这礼拜的拜日，因三甲参详。有真侪法利赛人三甲参详。因参详，因为因爱想安怎通掠耶稣。耶稣会对着的重点有诶讲，即时代掠伊较好。总是有诶对着定百姓，因讲咱是来掠伊较好。因参详诶时，有一个人提出来伊诶意见，伊讲我有一个意见，咱问耶稣一个真有应答诶问题。耶稣会对着问迄个人讲是甚物问题？迄个人讲照我诶意见，咱通问耶稣关系人爱纳钱互罗马诶皇帝解释啊无？耶稣若讲到纳钱互罗马诶皇帝解释，百姓一定真生气。伊若讲毋免纳钱互解释，罗马诶官一定会开死伊。被会议诶法利赛人拢想讲，即个问题一定会掠耶稣。因甲提出意见诶人讲，你诶意见真好。所以耶稣会对着几若个人去甲耶稣问讲：先生啊，
原在你是真实，该杀是罗马的皇帝，该杀讲咱拢着纳钱，你知影逐项代志，请你甲反映答一个问题，咱着纳钱，互罗马皇帝该杀还是毋免？耶稣应答讲，恁摕即个钱互我看，因就摕一个钱互耶稣看。耶稣看钱的顶面有罗马皇帝的像，伊问讲，即个像是甚物人的？像是甚物人呢？因讲，这是该杀的像，是皇帝的像。耶稣讲，安尼即个钱是该杀的，只有伊的像，所以钱是该杀的。恁着将该杀的物件纳互该杀，恁也着将上帝的物件纳互上帝。遐个法利赛人就转去甲因的朋友讲，阮甲耶稣问即个问题，总是无法度掠耶稣。阮问伊关系纳钱的时，耶稣摕一个钱伫伊的手内，伊问阮讲，这是甚物人的像？伫钱的顶面是甚物人的像？着将该杀的物互该杀，着将上帝的物互上帝。迄时百姓讲，耶稣一定是先知。伊是一个大的先知，阮毋敢多问耶稣甚物问题。第14课，耶稣讲起伊的对敌。有一摆法利赛人离开耶稣的时，耶稣讲，遐个法利赛人计划要杀我，我甲因讲，因是贼仔，因就计划要杀我。因一定起计划要来杀我。耶稣讲的话是实在的。遐个关圣殿的真学士甲法利赛人有计划要掠耶稣杀死伊。因要计划的时，耶稣甲伊的学生讲话。耶稣讲起伊的对敌。耶稣甲学生讲，法利赛人甲真学士教士律法，恁着照因的话行。总是恁毋通照因所做来行。因家己有讲无行，法利赛人甲真学士讲真好，总是因件毋好诶代志。恁着照因所讲，毋通照因所做。因用真重诶担摕伫人诶肩头顶，若是因家己毋肯担啥会重担。因互别人担重担，因家己拢毋肯担甚物担。因应该答应叫别人担诶重担，总是因毋肯担。恁着遵守因的教示，总是毋通照因所做的。恁着做因应该做的代志。因所做的是要互人看，拢是要互人看。因爱做真大的人。因食饭的时，因坐伫倒仔的大位。因爱做上大，因爱互人看因坐伫倒仔的大位。因爱互人叫因是主，总是恁有一个主。恁拢是兄弟，恁着相拼，恁是兄弟。我是恁的主，恁爱相拼。上帝是恁的天父，恁是兄弟。遐个法利赛人甲真学士未通入天国，因也毋肯互别人入天国。因未通入天国，因为因是亲受青年，因未通入天国。因照律法无要紧的代志去行。因无照律法上要紧的代志去行，因的杯仔外面是清气，因无互内面清气，因今仔日要计划要杀我。第15课，耶稣讲起伊的死。耶稣知影过无偌久，伊要互对敌掠去，因要杀伊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我的对敌过无偌久要掠我，要杀我，因要甲我钉伫十字架。总是过无偌久，我要对死过我。死到啦，这个代志拢要实行，过无偌久就会发生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一粒种子若无落地地里来死，只有一粒；种子若无死，就袂通结果子。我是亲像一粒种子，我若无死，就袂通结果子。我若死，我要结真侪果子。我所结的果子是会互恁得救。
人若听家己的性命，就要丧失伊的性命；无听家己的性命，伫即世间内一定要得到永远活。我所伫的所在，恁也要伫遐，所以恁毋通食丧失恁的性命。若有人服侍我，伊就跟对我；人若有服侍我所伫的所在，伊也伫遐。恁若服侍我，恁会甲我伫咧。我要入天国，恁也要甲我入天国。我顶十字架的死到哪，死到哪，我受死的死到哪。我通讲真理，我顶通讲爸啊，救我脱出即个死，袂通讲，因为我为着即个死才来到世间，我要延光爸的名。迄时对天顶有声音讲，我已经延光我的名，要搁再延光。有人问耶稣讲，咱的律法讲，基督永远伫咧，你安怎讲你着顶十字架？耶稣应讲，我是世间的光，即个光无真久，甲恁伫咧，恁真久无要看见我。恁有光的时，就着行伫光，才袂跋倒。我无真久甲恁伫咧，暗到的时，恁袂通看，就会跋倒。恁若行伫暗，恁得跋倒。耶稣佫讲，实在信我的人，也实在信找我来的。天父找我来世间，伊找我来做世间的光，互人袂跋倒。伊找我来救罪人，伊找我来死伫十字架顶。我若死伫十字架顶，我要搁活，我要审判世间的人。十字架是甲世间人上大的关系。第16课，耶稣洗学生的脚。耶稣知影伊离开世间的时到，伊叫两个学生去耶路撒冷的一间厝，准备互因通食饭。因去耶稣的朋友的厝，迄个朋友带因入一间厅，因伫遐准备要食暗饭。耶稣按时到迄间厝，耶稣甲伊的学生坐底要食饭的时，耶稣摕来离开桌仔。伊摕面巾家己下，伊摕一个面桶舀水，伊开始洗学生的脚。伊用面桶的水洗学生的脚，伊洗一个学生的脚用面巾拭脚。以后伊搁洗一个学生的脚，伊用面巾拭脚。以后伊搁洗一个学生的脚。总是伊洗到彼得的时，彼得讲：你永远袂通洗我的脚。耶稣应答讲：我若无甲你洗，你就甲我无关系；我若无甲你洗，你伫我的国就无份。你爱甲我有关系无？你爱伫我的国有份无？彼得答耶稣讲：主啊，若我的脚，我的全身躯也甲我洗，洗我的手，洗我的目睭，洗我的头毛，洗我的全身躯。我爱甲你有关系。我爱甲你伫咧，洗我的全身躯。耶稣应讲：我若洗你的脚，我毋免洗全身躯，因为你已经洗身躯洗了，只有洗脚，全身躯就清气。以后耶稣甲拢总的学生讲：恁叫我先生，也是叫我主。我有洗恁的脚，我是恁的主。我用模样互恁看。恁着照我的模样去行，学生应该照先生的模样去行。我洗恁的脚，恁着照我的模样行。恁着常常照我的模样去行。第17课，犹太人的耶稣。耶稣的心真艰苦。伊甲伊的学生讲：我真艰苦，都得啊久有你中间有一人要卖我，因为安尼我真艰苦。学生三甲看，因的心嘛真艰苦，真烦恼。因问耶稣讲：什么人要卖你？耶稣无应答。约翰坐伫耶稣的边仔，彼得细声甲约翰讲：
你坐伫耶稣的边啊，去细声问伊看，啥物人买卖伊？约翰细声问耶稣讲：主啊，啥物人买卖你？耶稣念伊应讲：我摕二包互伊。迄个人表示，耶稣念伊摕二包互犹大。耶稣甲犹大讲：你所要做的，紧紧去做。耶稣甲伊讲了后，犹大念伊出去。伊念伊去这时头的所在讲：恁钱互我，我要卖耶稣互恁。这时头讲：你若带阮去掠耶稣，我要互你30个银。犹大讲：30个银好，恁现在无我30个银。因念伊用罗马钱30个银互犹大，犹大摕迄30个银倒出去。伊知影耶稣要去什么所在，伊知影伊着安怎掠耶稣。耶稣的学生想犹大有迄个物件互因通食。耶稣迄时甲伊的学生讲：我要点仔久甲恁伫咧，都点仔久我都无要甲恁伫咧。我所要去的所在，恁袂通去。恁现在袂通甲我去，后来恁就会甲我去。学生三甲问讲：耶稣的意思是甚么？伊讲点仔久我都无要甲恁伫咧，恁现在袂通去。伊讲的话是啥物意思？耶稣讲：要袂去的时，我爱用新的改名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这人要对安尼知影恁是我的学生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我现在安怎袂通甲你去嘛？我要为着你放杀生命。学生拢讲：阮要为你放杀阮的生命。耶稣讲：恁要为我放杀恁的生命吗？你要为我放杀生命吗？你也袂通为我放杀生命。我实在甲你讲，然后你要甲我的对着讲，恁毋捌我。总是彼得几若摆讲，我要为你放杀生命。88课，学生要甲耶稣伫咧。迄当耶稣甲伊的学生爬食饭的时，耶稣甲因讲真济真好的话。伊讲：恁的心毋通忧闷，恁着信上帝，恁也着信我。恁的忧闷着交互我，恁着守我的带领，恁着三听。恁着我靠我，听我的话。伫我的爸的厝有真济房间，我要去甲恁备办所在。我讲我要去甲恁备办所在的时，恁着我靠我。我讲我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，恁着我靠我。我要甲恁备办房间，我要过来接纳恁。我所伫咧的所在，我也要接纳恁伫遐。恁通我靠我，也通我靠我的天父。我所去的所在，恁捌这条路。多马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要去倒位备办房间，互阮通住？多马讲：阮毋知影你要去倒位，安怎会通在这条路？耶稣甲多马讲：多马，我要去我的爸的所在。多马，我要甲你讲这条路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就是路，是真理。是活命，若无对我，无人捌真理；若无对我，无人得到永远活；若无对我，无人会通去到天父遐；若无对我，无人会通入天国；若无对我，无人会得救。耶稣的学生腓力讲：主啊，用地互阮看，阮就要信。耶稣应腓力讲：腓力，我甲恁带到遮久。恁还毋捌我吗？一定看见我的，就是看见爸。天父是甲我同款，爸带伫我，
我也住伫白。恁着我靠我诶话，恁有看见我所行诶事，所以因为我做白诶事，恁着信我住伫白。恁要比我做较大诶事，因为我去白车，恁要比我做较大诶事。我诶天父比我较大，恁着求，伊要互恁，伊要互恁做较大诶事，因为我要求伊。恁伫我诶名，若就信你，伊要互恁。过无偌久，世间人无要阁看见我，总是恁要看见我。恁因为有信，要用心诶目睭看见我。我要接答恁，伫我诶国，恁要看见我。所以恁诶心毋通忧闷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恁着听我，也着守我诶命令。第10道课，耶稣食圣餐。耶稣甲学生在食饭诶时，耶稣讲：我是真诶葡萄树，恁是葡萄树诶枝。葡萄树诶枝若无结果子，枝着受压断。迄款诶枝着受压断，等落火。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。连伫我诶枝若无结果子，要受压断。恁若无结果子，恁要受压断。恁若踮伫我，也我踮伫恁，就结果子侪侪。若无安尼，恁要受压断。恁守我诶命令，就是踮伫我。我上大诶命令就是，恁着相听，亲像我听恁。我已经叫恁做朋友，恁若相听，恁是我诶朋友。恁若行我所命令恁诶，恁就是我诶朋友。我已经叫恁做我诶朋友。我对天父所听见诶，拢有甲恁讲。我顶选恁做我诶朋友，互恁通到落尾甲我伫咧。以后，耶稣阁教伊诶学生讲：伫我狩猎诶大声，我真爱甲恁食即个暗饭。到几点钟以后，人要掠我，因要拍我着受真济艰苦。我要为恁受苦，我要为众人受苦，我要为世间拢总诶人受苦。耶稣摕饼就感谢上帝，伊感谢上帝，才被破饼，伊摕互学生食。伊讲：恁着食，这是我诶身躯，我诶身躯要为恁受被破。恁食即个饼，恁就是食我被破诶身躯。我诶身躯是要为恁受被破，这是我诶身躯为全世界受被破。恁若食即个饼诶时，着纪念我。以后，耶稣捧葡萄汁诶杯，感谢上帝。伊感谢上帝，才捧杯互学生啉。伊捧杯互因啉诶时，伊讲：恁着啉即个杯，这是我诶血。即个杯是我诶血，为着恁流出来。我诶血是为着济济人流出来，我诶血是为全世界流出来。恁若啉即个杯，恁着纪念我。我甲恁讲，我伫即世间无要阁啉即个葡萄诶汁，无阁啉，一直到上帝诶国来。学生拢总真忧闷，因诶心真艰苦，因知影耶稣要受死。因知影耶稣要为因献伊诶身躯甲伊诶血，因比以前搁较疼耶稣，因疼伊较也疼别人，因疼伊因为伊要为因死。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叫做圣餐。今仔日军队耶稣诶人也疼伊，因为伊为咱献伊诶身躯甲伊诶血。咱食圣餐诶时，咱着纪念伊，着疼伊。食圣餐是纪念耶稣为咱死。第20课，第7世万里园。圣餐食了诶时，耶稣甲伊诶学生出去，因去一个园，叫做7世万里园。7世万里园离开耶路撒冷无真远。
耶稣甲伊的学生也捌常常去克西玛尼园祈祷。克西玛尼园有真侪丛真水的树仔，今仔日遐个树仔还伫克西玛尼园。耶稣甲伊的学生入克西玛尼园的时，伊叫因伫遐听候伊。耶稣甲因讲：恁伫遮听候我，我要溜仔进前祈祷。耶稣的学生伫遐听候，耶稣溜仔进前，伊带三个学生，就是彼得、雅各甲约翰溜仔进前一步。以后，伊叫彼得、雅各甲约翰听候伊，因为伊要搁溜仔进前祈祷。耶稣叫因三个谨慎祈祷。彼得、雅各甲约翰要听候的时，就困去。地园内有一个真大条的石头，耶稣去遐拍卖，伊拍卖祈祷。耶稣拍卖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用的，就互即个杯离开我。伊讲几若摆，若会用的，互即个杯离开我。耶稣知影伊要互人杀死，所以伊安尼祈祷讲：若会用的，互即个受艰苦的杯离开我。耶稣再三再四祈祷讲：若会用的，互即个杯离开我。耶稣起来去看彼得、雅各甲约翰，迄三个学生被困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安怎袂通甲我顶线祈祷一时啊？耶稣转去石头的所在，搁拍卖，伊的心真艰苦。伊拍卖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若会用的，互即个艰苦的杯离开我。以后，耶稣起来，搁再去看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因拢在困。耶稣搁一摆进前祈祷，一摆伊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愿你的旨意必成。即个杯若袂用地离开我，我若着啉，就愿你的旨意必成。了后，耶稣起来，甲21个学生讲：朋友啊，起来，时到啦！我就是个治人的手，我受艰苦的时到啦。耶稣要伫讲话的时，犹大甲规阵的人甲边边来。犹大进前定我耶稣就甲伊针。耶稣讲：犹大，你用金喙骂我吗？边边进前掠耶稣。耶稣的学生拢离开伊走，因走，因为因真惊，因爱救因家己的性命，因惊遐会变兵，所以学生就走。耶稣无有朋友甲伊伫咧，只有耶稣甲伊的对敌伫遐。第21课，彼得毋认耶稣，并带耶稣对客西马尼园到这石头的所在。伫遐，这石头甲几若个犹太宗教家审问耶稣。犹太上大的宗教家拢伫遐，因有请真侪人做假见证害耶稣。总是遐个人的见证无共款。逐个做见证的人讲无共款的话，有一个做见证讲耶稣要入圣殿，阁有一个讲伊有听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。这石头问耶稣讲：你甲阮讲，你敢是上帝的囝？耶稣应讲：我是。遐个真大的犹太宗教家拢讲，因为耶稣讲安尼，伊应该死。以后伊家己甲上帝平大，犹太宗教家拢讲伊应该死，伊着死。犹太宗教家拄咧审问耶稣的时，彼得徛伫大这石头的厝的外面，有一个女婢看见伊徛伫遐，这个女婢讲：这个人捌甲耶稣做伙，伊是甲耶稣做伙的人。彼得听这句话的时，伊毋认耶稣，伊毋认伊上好的朋友，伊真正
拄迄时，别个女婢看见彼得徛伫遐，迄个女婢讲：这个人甲耶稣做伙，我捌看伊甲耶稣做伙。总是彼得第二摆毋认耶稣。过无偌久，有一个查甫人看见彼得徛伫遐，伊讲：迄个徛伫遐的人是耶稣的学生。总是彼得随时讲歹听的话，伊毋认耶稣。拄迄时鸡就啼，鸡啼2摆。彼得有听见鸡啼，伊听鸡啼第2摆时，伊就会记得主所讲的话。伊会记得主讲，鸡还未啼2摆时，你要3摆毋认我。一直听见鸡啼的时，伊的心真艰苦。彼得因为伊3摆毋认耶稣，真艰苦。伊想着就哭。拄迄时，人带耶稣出去，伊有看见彼得，总是耶稣无讲一句话。毋过彼得知影耶稣知伊毋认伊。耶稣的学生犹大知影人要互耶稣死的时，伊也真艰苦。伊懊悔，伊摕伊所得到的钱来圣殿摕伫涂骹。犹大讲：我有卖我的朋友，伊迄钱伫涂骹。犹大迄钱伫涂骹了后，伊就出去吊死。彼得悔改哭，总是犹大懊悔。伊知影耶稣是好人，所以伊将卖耶稣的钱ฮ็掉。伊吊死伫树仔顶，因为知影耶稣要死。第22课，耶稣去比拉多拜死路。到天光的时，大祭司头叫隆重的祭司来主祭，因伫大祭司头的厝主祭。因拢主祭的时，大祭司头讲：我叫恁来，互咱通决定要安怎办耶稣的代志。伊有违背咱的律法。祭司头做伙讲：伊现在死，伊现在死。大祭司头讲：咱决定伊爱死，咱决定伊应该定十字架死。总是咱无有定死罪的权，只有罗马的总督比拉多有迄个权定伊的死罪。只有比拉多通互伊定伫十字架。咱来送伊见咱的总督比拉多，咱来叫比拉多派兵啊，甲耶稣定十字架。所以迎送耶稣到比拉多的厝。罗马的总督比拉多对伊的厝出来问讲：天怎样主祭伫遮？恁爱什么？这时头因讲：这个人耶稣有违背咱的律法，伊应该死，请你做命令，互伊死。比拉多讲：我甲恁的律法无关系，恁家己决定这个代志。恁通家己决定安怎办耶稣的代志。这时头应讲，总是这个人也是违背罗马的律法。伊甲百姓讲毋通拿钱互罗马的总督，伊也讲伊是一个王。比拉多同耶稣讲：你敢是一个王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应讲：你讲是就是。比拉多就甲犹太人讲：这个人无应该死，我看这个人无罪。总是犹太人应讲，伊要迄百姓，伊要迄百姓叫因反对你，伊要迄百姓叫因反对拢总的罗马官。伊爱做王，对加利利，就是伊住的所在到遮，伊要迄拢总的百姓。比拉多就问讲：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？犹太人应讲：是，伊是加利利人。比拉多就送耶稣去见希律，就是加利利的王。迄时希律徛伫耶路撒冷。
迄落真欢喜看见耶稣，因为伊常常听关系耶稣诶代志。犹太人甲迄落讲，耶稣是对加利利遐来，伊是你诶对敌，因为伊讲伊是犹太人诶王。迄落问耶稣讲：你竟是王？你竟是我诶对敌？伊就讲是也毋是。若是耶稣无应伊一句，迄落问真济问题，耶稣拢无应，迄落真生气。伊摕一领红色嘅衫，甲耶稣穿。伊讲：耶稣，你讲你是王，所以你就穿这领亲像王所穿嘅衫。总是耶稣拢无应一句，迄落就送伊转去彼拉多嘅所在。耶稣穿迄领红色嘅衫，彼拉多看见耶稣穿迄领红色嘅衫嘅时，伊就笑耶稣，迄落想讲耶稣是王，迄落互耶稣穿这领王所穿的红衫，迄落安尼送耶稣转来遮，耶稣实在无应该死。我要甲伊拍，才叫伊转去。总是遐犹太人叫讲，第一滴十字架，第一滴十字架，伊阳台当十字架，你若无互伊顶十字架，你是该杀的对敌。彼拉多问讲，伊有做甚物歹？犹太人搁较大声叫讲，第一十字架，第一十字架，伊毋是咱的王，该杀是咱的王。彼拉多就出命令，互耶稣钉伫十字架。兵仔带耶稣出去，要甲伊钉伫十字架。耶稣也穿红红色嘅衫。第23课，耶稣钉十字架。兵仔用刺仔变做冕旒，因将刺仔做的冕旒滴伫耶稣的头壳，因去笑伊，讲：看，伊的头壳有滴刺仔的冕旒，又穿红色的衫，看，伊是犹太人的王。兵仔拢用手宣伊，因讲：看，犹太人的王在滴刺仔的冕旒。对耶稣的头壳会跌倒，刺仔的冕旒互耶稣的头壳流血出来。兵仔就带耶稣去十字架的所在，因着耶稣行大地的十字架，伊行十字架的时，伊跋倒，兵仔叫别人行伊的十字架。真侪人走来看人行十字架，真侪人走来看耶稣经过声。真侪附近人被哭，因被哭，因为因疼耶稣。耶稣看见因哭的时，伊讲：附近人啊，恁毋通为我哭，恁就为着恁家己的家己来哭。总是遮附近人了被哭，边边带耶稣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各各他。各各他是一个山。各各他就是伫耶路撒冷的外边，各各他就是因顶歹人伫十字架的所在。遮个边边爬起去各各他的山顶，因伫遐搭耶稣钉伫十字架，因钉耶稣的两只手，因钉伊的两只骹，血对伊的手流出来，血对伊的骹流出来。边边各顶两个人伫十字架。因是歹人，因的死是应该的。这两个人钉伫十字架，钉了后，兵仔将十字架架伫耶稣的十字架的边仔。这两个人甲耶稣同顶，一边一个，耶稣伫中央。耶稣的老母徛伫十字架的边仔，耶稣的学生约翰也徛伫十字架的边仔。耶稣看见因徛伫遐的时，伊对伊的老母讲：“老母啊，看，你的囝。”伊搁对约翰讲：“约翰，看，你的老母。”
这时头笑耶稣讲：恁看，伊救别人，总是伊袂通救家己。别人也笑讲：上帝囝，你对世界落来，安尼我才要信上帝是你的爸。耶稣伫早起时顶十字架，伊伫十字架顶受3点钟久的艰苦的时，天变黑暗，天变黑暗，亲像暗时写暗。近我耶路撒冷的所在，拢真黑暗。天变黑暗的时，犹太人真惊，兵丁也真惊。天黑暗3点钟久，耶稣受遐久的艰苦。以后，伊大声叫讲：“主应对啦！”伊就是领受耶稣讲：“主应对啦”的时，伊有甚物意思？伊的意思是伊的艰苦明白，伊的意思就是伊为世间人的讲已经明白，伊为咱世间人死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，伊的意思是迄个事明白。耶稣的意思是因为伊死，咱就通得到永远活。第24课，耶稣讲话。耶稣死了后，有一个真听伊的好家人叫做约瑟去找彼拉多，伊去替彼拉多来筹买耶稣的身躯。彼拉多讲伊会通收，约瑟去收耶稣的身躯下伫新的墓，迄个墓是约瑟的。约瑟踢一粒大粒石头伫墓的门，伊踢石头伫墓的门。第一日是安息日。伫安息日，犹太人无做工，也无行真远的路，所以迄日耶稣的学生无去耶稣的墓。搁过一日真早，天复光的时，有几若个负责人去墓面，因中间有伯大拉的玛利亚，甲搁一个玛利亚。伯大拉的玛利亚真疼耶稣，因为耶稣以前捌对伊赶出一个鬼。即马伯大拉的玛利亚变真好，因为安尼伯大拉的玛利亚真疼耶稣。伊甲另外一个玛利亚讲，什么人要为咱刷开踢伫墓门的石头？因知影天使已经刷开踢伫墓门的石头。伯大拉的玛利亚甲以外的负责人到墓的时，因看石头已经刷开，墓门已经开。车的负责人有看见天使，天使的衫真光，天使甲人讲：唔免惊，恁要找耶稣，伊无伫遮，伊已经对死过活。恁看，主已经无伫所到的所在。车的负责人入去看，耶稣的身躯无伫遮，因走去甲学生讲：耶稣已经过活。总是学生感觉真奇怪，因无相信伊有过活。彼得甲约翰走去墓里看，因看墓开开，耶稣无伫遮，因才相信耶稣对死过活。上一日学生中有2个人要去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乡下，因要住伫迄个乡下，因有看见搁一个人往迄个乡下行。伊就是耶稣，总是因未认得伊，因的心真艰苦，所以因的头脑真钝，因的目睭未认得耶稣。耶稣甲人讲：恁食落的时，三家底讲什么代志？因应讲：你怎无住伫耶路撒冷？你怎毋知这几日伫遐所发生的代志吗？耶稣问讲：什么代志？因就甲伊讲，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伊互人钉伫十字架。这2个学生讲起耶稣拢做的代志，互伊听。耶稣对因讲：恁无信心，恁的头脑钝，恁无相信先知所讲关系基督吗？
恁若无写函办，恁就会明白正先知所讲的话。耶稣甲因讲话的时，因感觉因的心真热，总是因还袂认得耶稣，因的目睭还袂开，因的头脑真钝。因定我即个受舍的时，这两个人讲：阮住伫即个受舍，请你入去甲阮住，甲阮食饭。所以耶稣甲因入受舍。因拢入去厝内，三甲坐伫桌下要食饭。耶稣摕面包，就写爬来互因。因的目睭连变开，因认得耶稣。耶稣就写爬面包的时，因的目睭开，因认得耶稣。耶稣还袂爬面包的时，因未认得伊。伊还袂做写的时，因未认得伊。因认得耶稣的时，因连鼻无搁看见伊。耶稣已经无伫遐，因知影伊无行出去，总是伊无伫遐。因就三甲讲：咱安怎啥物久未认得耶稣？咱感觉咱的心真热，总是咱真含慢。耶稣甲咱行的时，咱的目睭安怎无开？耶稣甲咱讲先知的话的时，咱的目睭安怎无开？耶稣入厝内的时，咱的目睭安怎无开？迄时咱感觉心真热，总是伊还袂爬面包的时，咱未认得伊；伊还袂做写的时，咱的目睭还袂开。咱的心真热，总是咱真含慢。伊做写的时，咱才知影伊是耶稣。咱认得伊的时，伊就无伫遮，伊已经离开咱。咱的头脑真钝，咱的心甲咱讲是耶稣，因为咱的心真热。耶稣若过来遮，咱对咱的热心会认得伊。第25课。耶稣出现互学生看。耶稣搁外食案，10个学生爬三甲食饭。忽然间，耶稣出现互因看。因忽然间看见耶稣徛伫因中间，因拢真惊，因看见伊亲像一个鬼。总是耶稣甲因讲：恁啥事在惊？恁啥事在钓鱼？恁着看我的手，我的骹。一个鬼无身躯，看我的身躯，摸我，用剪头仔摸我的手，用剪头仔摸我的骹，看我的手有电仔的伤者，看我的骹有电仔的伤者。学生剩因的剪头仔摸耶稣的手，因剩因的剪头仔摸伊的骹。耶稣就讲：恁伫遮有甚物通食无？因就摕匙仔互伊。伊摕出来伫因的面前食。耶稣食时，食了的时，因无搁了解伊，因知这实在是耶稣。耶稣甲因说明旧约的圣经所记载关系伊，伊说明旧约的圣经记载关系伊的死，伊说明旧约的圣经记载关系伊必须搁活。伊对旧约的圣经说明讲，基督着死。互人的罪会得到赦免。耶稣叫学生去讲福音，互全世界的人听。忽然间，耶稣就无伫遐，因为耶稣忽然间离开因。迄暗，耶稣的学生多马无甲因伫咧。一礼拜以后，多马甲以外的学生做伙。多马答应讲：我若无看见耶稣手中电仔的伤者，我若无用我的镜头仔摸伊手中的伤者，我毋信。忽然间，耶稣搁出现伫因中间。即摆，多马看见伊出现，耶稣亲像顶摆，忽然间徛伫因中间。耶稣甲多马讲：多马，你啥事无相信我？剩你的镜头仔摸我手中的伤者。剩你的剪头仔摸我骹中的伤者，
剩你的枕头仔摸我的身躯的上者，倒嘛剩伊的枕头仔摸耶稣的手的上者，伊剩伊的枕头仔摸耶稣的脚的上者，伊剩伊的枕头仔摸耶稣身躯的上者。伊讲：我的主啊，我的上帝啊！以后耶稣离开学生，伊亲像以前忽然间无甲因伫咧，总是伊佫出现真济摆，互学生看。第26课，耶稣上去。有一日，耶稣的学生西门彼得讲：我要去加利利海讨食。也有六个学生讲：我要甲你去讨食。因按时到天铺更的时去讨食，毋过拢无掠着时。天铺更的时，因有看见伫海平有一个人徛咧，这个人甲因讲：细仔啊，恁有掠着时也无？西门彼得应讲：无，阮昨暗讨时掠拢无。徛伫海平的人讲：他帮伫船的正边，因他帮伫船的正边的时，忽然间鱼就满网，因为因拍遮济时，因食了网地力破，网就拖袂起来，总是网无力破。约翰甲彼得讲：是主啦。只有主会互咱随时掠遮济时，因的船无偌久到海平，因拖失个网的时到海平，学生将网拖了力破，虽然有拖失济时，网也无力破。耶稣徛伫海平，伊一定有体会。耶稣讲：拄啊拍着的时，掠几尾来，我要烘。因掠几尾时来烘，是烘好的时，耶稣就摕互因食。耶稣的学生食饱的时，耶稣甲西门彼得讲：西门，你有徛我较赢者的吗？西门彼得应讲：主啊，是，你知我徛你。耶稣甲伊讲：是我的因我。耶稣佫甲西门彼得讲：约翰的囝西门，你有徛我吗？彼得佫讲：是，主啊，你知我徛你。耶稣甲伊讲：是我的因我。因为耶稣第三摆甲伊讲：你徛我吗？彼得就真艰苦。伊应讲：主啊，你知影逐项代志。你知我徛你。耶稣佫再讲：是我的羊，是我的羊仔囝，是因也互因无行入好的路。学生上路尾摆看见耶稣的时，因甲伊伫一个山顶，因问耶稣讲：你即马要做王吗？你即马要伫耶路撒冷做国家的王吗？耶稣应讲：时甲期毋是恁通知，只有爸知什么时。总是恁着听候圣灵临到恁，恁要得到圣灵的能力，恁要对上帝得到能力。恁得到圣灵的时，恁有能力去全世界各所在讲道理。恁得到这个能力的时，恁着甲全世界的人讲我的事。耶稣要伫甲因讲话的时，伊就上去。这时以后，学生就无搁看见伊。